续来看，这个是台北市议员罗志强，就算因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无同意，也是伫早起来宣布要来参选着桃园市长。罗志强讲，唔免怀疑伊甲朱立伦甲国民党要伫桃园赢的决心。伊讲外界所讲的火车相碰未来发生。罗志强阁讲，伊若有机会互提名，上希望的对手就是陈时中。赢是唯一的选项。这是为什么我要决定要投入桃园市长选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下晝召開記者會，宣布要拼年底桃園市長選戰。半暝啊，先伫人民冊鋪文宣布4點聲明，參加提名機制決定意願無改，無脫黨尊重黨中央提名結果，會繼續拜訪地方民代表示尊重。佢講個人黨務中立，是國民黨副秘書長。不過，這擺宣布敢若和黨的意見無同。徐嘉欣閣佇咧公布節目頂講，朱立倫講要和羅志強拼一個生死。對這件代志，伊無承認，強調和朱主席敢有合作，愛民進黨賣看好戲。不要懷疑我跟朱立倫主席對於國民黨在桃園贏有共同的意志跟決心。因此，外面說火車對撞，我直接告訴大家，不會發生。民進黨也不必看好戲。5、6月之間，那才會針對北北桃3個這個直轄市的可能人選。一定會推出最好、最適合也最強的人選。進前傳出黨內出選幾率真高的立委盧玉玲，嘛對羅志強的決定做出回應。我們桃園有3位立委，現在有機會要來拼搏，就應該要為桃園而戰。羅志強講，今嘛國民黨民調攏輸陳時中，伊講伊若是代表國民黨出戰，那咧對手希望是部長陳時中。桃園如果我有機會被提名，我最希望的對手就是陳時中。我希望有一個最強的對手來相互的切磋。年底縣市長選舉，哪裡要派上也唔知影，國民黨內就先開始咧相鬥。我是吳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，趕快加入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，按讚，開啟小鈴鐺，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。